新春快乐，大家平安。领受祝恩，伫新的开始，伫咱的生命会当搁较有力。人人拢咧期待，伫新的一年，伫新的日子会比昨搁较好，比过去一年会搁较好。这是每一个人拢咧期待的。所以有一个好野人，伊虽然是真好野，伊嘛期待伊家己会搁较好野。这是侪侪人的心态，就是望伊的日子会当来哪好过。伫有一天，伊伫路边咧行的时，听讲有一个人名叫做来福。所以伊就一个趣味，伊随时讲我要来甲迄个人熟悉，伊就找迄个来福。伊讲，伊阵去甲来福讲来福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伫迄个过年吼，新春的头一天吼，你着来找我。你着伫迄个透早起来的时吼，伫迄个新的一个日子，你着来甲我弄门。然后我着讲，什么人啊？你着讲来福。今年我着有新的祝福，福气着一直来，安尼来。迄个人听了真欢喜，伊甲伊讲吼，你若来甲我讲来福，我着会一包红包互你。伊非常的欢喜，所以就是吼，规暝煞总袂困一啦，伫遐翻来翻去拢袂困一，等袂天光啦。到想讲一暝过去啊，已经透早4、5点嘛，算会知影对毋对？伊阵起来啊，挡袂牢，赶紧走去迄个好野人因兜去甲伊，着准备要甲伊，着已经要甲伊弄门。伊无想到迄个好野人昨暗因为团圆。规暝半觉拢无啥困，拄打困，当咧好困尔，去互弄门吼，圣地阵发起来，是啥物人啊？透早安尼吵到要害伊。伊讲我是来福啦，伊讲你遐早来要创啥啦？伫遐无甲祝福选两个冤家啦。我想这是侪人拢所期待的，咱拢望今仔日到底是，咱期待明仔载会比今仔日搁较好，今仔日会比昨较好，总是到底今仔日会比明仔迄个。比迄个昨个较好吗？还是讲明仔日会比今仔日搁较好吗？其实咱拢毋敢讲。当时要发生即个代志，咱真正是拢毋敢讲。毋过咱敢讲一项，就是旧年比今年搁较老。我想这是咱拢承认的代志。所以咱看去到底今年会搁较好袂？咱虽然毋敢讲，但是伫期待的中间，咱会看见。大家咧努力，大家拢咧期待，伫新的一年的日子会搁较好过的时，无拍算伫人的计划的中间，抑搁有人的软弱，所以伫计划中间抑搁拢空，有真侪时阵会照家己的心意来咧成就。咱看见伫世间的中间，侪的事农工商拢真拍拼种作，拍拼上班，拍拼伫迄个业务的时，拍拼去找人，甚至有的人真拍拼，一日两三个人，两三。行成迄个头路，赚较侪钱的，其实迄个目标拢共款，就是望我头前的日子，伫我努力的中间会搁较好。咱若看见真侪的老母，伫囡仔细汉的时，就互伊学迄，互伊去安怎补习。咱嘛拢期待囡仔伫细汉的时就有好的开始。总是咱看见照拄仔所讲的，咱所期待的，无一定会照咱的心意。所以，伫我一个会友，一个老母，伊是一个未信者的家庭来出世。伫迄个家庭的大汉的中间，伊到伫初迄个国中的时，有受引带到伫因迄个朋友的教会，伊伫遐捌行几年的青年团契、青少年团契的聚会的时间。所以加减捌一寡真理，加减知影我靠上帝，认捌上帝。但是伊无拍算，伊嫁未信者了后，伊就拢无去教会。无去教会，即个是迄个甲上帝的关系，就至暂。免讲祈祷、读圣经，迄规个拢无去啊。伊的生活就是照伊家己所捌的去努力。到有一天，当伊结婚了后，囡仔出世，照讲，咱婴仔咧怀孕的时，是毋是咱足欢喜？当伊怀孕的时，应该是好消息。总是伊心真艰苦，因为伊拄伫怀孕的中间的前两三礼拜。伊得到真严重的感冒，伊食真重的严重药啊，所以伊想讲我怀孕，我食较重的迄个感冒药啊，囡仔会止神袂？哪会损害袂？所以伊无欢喜啊，知影伊怀孕伊真艰苦，但是是大人拢咧期待伊怀孕，伊要安怎做？所以偷偷就是去买中药、食草药，望囡仔才会落体，但是囡仔无落体。囡仔若无落体，伊的腹肚渐渐大，伊就用家己的方法，拢毋敢互是大人知。但是伊就是无爱即个囡仔，
伊无爱我的家庭出世一个无健康的囡仔，所以伊就开始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去参加迄个跳舞，伊嘛去操场去跑步，就是望看会落体袂，但是拢无落体。直到囡仔顺月出世，当伊看见即个囡仔出世的时，非常的高追，佮真水，佮健康。做老母的，哇，当然足欢喜，就真疼伊。但是伊无想到，即个囡仔伫老母的腹肚内，因为老母的情绪已经影响着伊，伊有受气绝的灵，伊感觉即个家庭无欢迎伊，所以即个囡仔出世的时，伊就气绝你。当即个婴仔，咱知影婴仔出世2点钟就爱食一片牛奶，对10cc、20cc、30cc， 2点钟就爱食一片牛奶。伊讲，逐摆若饲伊牛奶，饲伊食饭足痛苦的啦。逐摆若饲伊牛奶的时，即个囡仔吼，就是毋食，拢无要输，着甲拄过来解。2点钟后尾搁甲饲的时，头前迄顿吼，牛奶还袂啉了，老母非常的痛苦，婴仔一直瘦，真艰苦，但是搁继续咧大汉。后来，即个囡仔会当食副食品，甚至食饭的时，老母讲饲饭嘛足痛苦的，因为逐摆若咧甲饲的时，伊的喙就夹甲足红，喙毋开，就硬拄，惊伊无营养，硬甲拄，硬甲饲。老母饲甲足痛苦的，囡仔足痛苦。伊来甲我讲的是讲，阮囝有自杀的现象，我相信嘛有现象啊，因为我咧服侍的中间。我过去一个大人的老母，已经做老母。因老母伊伫怀胎的时，因老爸无乖，所以因老母常常咧受气也是安怎？即个囡仔有感觉，所以伊伫母胎的时，伊就已经受伤害啊。是后来照着内在医治，我徛伫因老母的立场，甲伊施礼，伊得到医治。今仔日已经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妇人人。所以即个老母，伊毋知影讲囡仔伫怀胎的中间已经受伤，他有气绝的灵。伊甲我讲的是讲，阮查某囝拢一直咧自杀，等于拢毋食，所以逐摆来咧甲饲饭，喙夹甲足红的。迄个中昼顿甲饲的时，早顿还袂食完，暗顿要搁甲饲的时，中昼顿拢食无完。吼，伊真艰苦，伊去找侪医生，也要得到帮助。伊有去读心理学的册，伊买足侪册，伊足认真。即个老母太期待囡仔有美好的明天，所以伊去找足侪医生，找心理学的医生，伊嘛甲囡仔带去看心理医生，望会当得到帮助。去找专家，伊望得到帮助，拢无得到帮助。伊讲足艰苦的，阁是你知影伫路顶是真寒，寒天是真寒，因为对迄个所在，迄个山风吹来的时，迄个高山的山风吹来的时，会足寒的。甚至会冻，阮徛去伫遐的时，抑阁会真冻。几遍的寒天是上冻。伊讲婴仔出世伫寒天，迄个就开始会惊咯。伫寒天的时，毋若无食，阁瘦巴巴。伊逐摆若伫下间家洗身躯了的时吼，伊去摕浴巾要甲抹的时吼，即个囡仔门开开，开始走一大路。对伊的描写，就是讲即个囡仔自杀，要寒死就对了。所以伊足痛苦的，找医生无帮助。后来伊想到上帝。伊就去找伊过去去教会，去过去迄个教会，要去参加迄个教会，要望迄个牧师会甲帮助。因为是查甫牧师，伫即方面可能伫真有限的理解，所以伊感觉伊毋若无得到关怀，伊无得到帮助，一点伊气拢感觉讲，反正伊就继续足艰苦心的就对。有一天来找我，偏偏查某人，咱就会当讲真济话。我用上帝的话，我甲伊讲，你爱倒来上帝的面前，你逐工爱为着细囝祈祷。我家己做我的见证。我讲，当囡仔伫腹肚内咧怀胎的时，我逐工就甲祈祷，我为伊祈祷，我为我对大汉的我就我第二个较无，我大汉的就安尼祈祷。伫伊要出世以前，赐给他记忆力、聪明智慧，互伊举一反三，互伊的反应有理解力，搁迄个。逐方面我拢伫上帝求，我感觉啦，我甲求的上帝拢有互我。我讲，毋若安尼，我的囡仔做好摇饲。我2个囡仔伫腹肚迄个出世了后，
我的会友拢讲，恁兜开拢无生婴仔，有婴仔啦，足少听因哭的。因为伊若咧耳的时，咱尿珠啊甲换了啊，咱已经牛奶甲拄啊，我较无规矩啊，我无照讲2点钟甲饲一摆，我感觉枵着食嘛，我的课程是安尼啦吼。当然大部分阮也尽量早到2点啦，但是迄个前后，我枵着食嘛，伊若无爱食，互小休咧，等枵较来食就好啊。啊，所以阮囡仔足好摇饲的，我袂感觉带婴仔足艰苦，暗时伊困，所以我婴仔迄个婴仔生产的时，我是一直陪呢，所以我看见阮的会友。半暝抱囡仔安尼困，伊讲婴仔足歹带，若无坐咧婴仔无困，啊，拢哭规暝。我无法度想，我想袂通。但是我后来渐渐咧服侍时，阮就讲你真正伫婴仔腹肚内时，开始爱甲祝福祈祷，有上帝的恩典，互伊平安来长大。啊，所以伊伫迄个时阵，咱用信仰甲伊分享，甲伊讲你着爱倚靠上帝，常常为伊细囝祈祷，你也为着。家己的迄种的自私、民主，也是讲好胜，你来认罪，求上帝赦免，然后来用上帝的听，灵修祈祷，啊，家己来祝福，啊，你也为着家己祝福，啊，互即个囡仔来改变。后来即个囡仔伫老母的努力，当然继续，伊嘛有带去看心理医生，伊也用信仰日日来倚靠主，啊，伊家己也足认真。常常带囡仔就去散步，拢陪伴伊，要创啥对头到尾，互迄个囡仔领受迄个爱，因为爱是一种医治的大能。伊迄个囡仔渐渐就得到医治。当然，伫读国民学校的时，伊就已经恢复健康。伫迄个人甲人之间，迄个生活就正常。到即摆读高中啊，甚至读大学啊，迄拢免讲啊，已经拢恢复到真正常、真健康的一个囡仔。所以，即个老母，伊这个一摆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伊毋若咧随时来参加聚会，伊真认真伫圣经的中间来追求，甚至伊嘛伫教会侍奉，因为伊是读伫迄个台南的一个迄个音乐的迄个学校，伫迄个所在专校啊，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伊读音乐系，伊会弹琴，真做伫当时我圣歌队嘛是真好的一个班赞。咱看见即个老母真正用心，伊。真正要期待，伫迄个艰苦心的时，伊毋望伫迄个真歹的环境的中间，会当突破。我想这毋是干那即个老母尔，咱拢共款。咱进伫咱的事业的中间，咱伫咱的工作的中间，咱拢搁毋望较突破，会当好，搁比搁较好，比旧年搁较好。总是要安怎搁较好，就看你安怎选择。咱看去拄啊，迄个好业人，伊的选择就是。用家己的方法去请人来甲讲，我就是来福，甲伊祝福，互福起来。伊是用人的方法，总是人有人的软弱，后来所引起的是侪的因端那点。总是即个姊妹咧，伊倒来到伫上帝，伊选择我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伊状况就拢无共款。请我因为我要遥控，请迄个音控甲我往下吼打一下。所以，迄个是迄个以弗所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，伊咧讲安怎？因为恁得着恩典得着救，咱拢知影恩典是对耶稣基督来，是对上帝来。所以，即个恩典得着救，咱才想着得救，咱就想着讲耶稣钉伫十字架，为着救赎咱的性命所留的保护来救赎咱。伊讲这是一种的恩典，拄拄亲像伫。前日我甲咱分享的，迄个海地牧师，当伊的查某囝受强奸、伤害真深，4岁就伤害遮尔深，逐暝拢袂困，一叽叽叫的时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敢知影即个人安怎伤害我？伊求上帝甲祝福，求上帝医治，祈祷拢无效。甲上帝讲，叫伊去到因兜，甲伊替伊祈祷，赦免伊。上帝讲。伊知影伊家己犯错，伊家己拢来我的面前，即个黑色，逐工拢来我的面前，求上帝赦免伊，怜悯伊所做的。所以我爱你去赦免伊。上帝安怎甲海地牧师讲？伊讲你敢知影我安怎对待伊？我十字架顶所留的保护，毋是干那爱你尔，嘛是爱遮的奸淫犯，嘛是爱遮的杀人犯，爱遮的谋杀犯。我拢爱，我逐个拢听，所以我所留的每一智慧。
拢对迄个杀人犯讲：我爱你；我对奸淫犯讲：我爱你；我对拐卖儿童的人讲：我爱你。上帝逐对话拢为着世间每一个人讲：我听你。这毋是你家己会当得到的，是上帝伊白白要赐予你，你今仔日会得救，拢是恩典，上帝恩典。所以你爱信。伊直接讲，毋是出伫你家己熬啦，无啥物话通口口，人较会熬尽。迄个好野人，伊想方法，伊嘛感觉伊足够的，想甲足对的，拄啊好找着人啊。咱咧决定代志，咱拢感觉咱足够的啊。其实人拢袂熬尽，人的计划还是有他的瑕疵，还是他的有限。你不能渗透万事，你袂当看到遐个。所以只有相信伫主的内底的恩典。我会当满满来得到，你只有对着信，你相信上帝的成就者，你欢喜来接受，才会做你的。因为恁是伊所造成的。华语的圣经讲，你们是因他所造成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耶稣所留的保护，耶稣所予咱的恩典，互咱今仔日得着救。所以得着救，毋是干那伫你的属灵的顶面，我的性命信主就得着救。我的得着救是对，我的得着救是透过耶稣基督，咱欢喜，因为信相信伊为咱所做来接受的时，伊的恩典伫咱的身上，咱就甲伊结连做伙，咱就甲伊三角合一的时，咱的性命就伫迄个所在开始活出无共款的见证。所以因着信，迄个医治，迄个透放，是全人的心灵的医治。我捌甲恁分享过，阮较早教会有偌济忧郁症的，原来伊认捌上帝的时，因得着医治，因得着透放，也是拄啊，我咧讲迄个姊妹已经年纪30几岁啊，伊抑阁有伫捌母腹受伤的迄个种的气绝的人，但是。来到伫亲近主的时，今仔日即几位拢真做真有疼心的人，真做真够侍奉，伫教会真够做工的一寡人。因为上帝的医治，毋是干那伫你的灵魂、你的信仰、你甲伊的关系，乃是全人的奉献。包括伫你生活的中间，有一个故事咧讲起一对翁仔某老阿嬷，住伫足庄骹的海边啊，当然离海抑阁有足远的所在。总是伫迄个海边啊所在时，有一天煞大风佮暴风雨啊！伊住着迄个咱迄古早厝吼，是迄圆仔茶，咱的迄个厝茶吼，咱的茶无顶顶的古早厝拢是牙架条的嘛。但是已经足老的老厝，即对翁仔某因是非常的善，住伫迄个老厝的中间，迄厝拢已经松散啦，迄牙拢松散啦。拄着迄个阁伊足善的，已经几若顿无食物，伊讲我连食都无钱啊！我要安怎厝阁互放落，我都无通住。即对翁仔某看到大风雨的时阵，随跪咧祈祷，上帝啊，恳求你互风雨停啊！无我即间厝都无通住啊！我通出去外口做事，去捡东捡西，看有野菜通食无？啊是我较远的去钓鱼啊通食，看有无？上帝敢若无听伊祈祷呢？风雨哪来哪大？一直扫，伊拼命祈祷，哪扫哪大。结果风足大时，起起哭，牙刷甲压咧，刷甲掉咧，厝煞阵风雨顶伊的时，煞阵倒用倒迄个厝阵，比因摆佫加足安全，加足好势。毋然安尼，佫因为透大风雨的时，佫对海边啊吼，加足济鱼啊，落踮因兜的头前。这就是吉兆其中的一项的祝福。上帝的救赎得救赎，毋是救赎你的灵魂啊，定是救赎你的性命各种的难处。所以无智慧的要真做有智慧，软弱的会真做勇壮，人际关系歹的，因为伊有上帝的疼，伊开始用无共款的眼光去对待人，就开始无共款。请下一页。伫以赛亚第30章15节，伊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佮安尼讲：恁得着救，在伫活倒转，活倒转就是无论咱即马有离开上帝啊无，还是偌软弱，伊讲你只要倒来上帝的面前，你佮一摆好好来倚靠上帝，
因为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伊是创造的上帝。拄仔我有讲过，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创造。拄仔咱咧讲的创造，你是迄个第10节，伊咧讲的迄个讲恁是上帝所造成的，你们是神所创造的。迄个创造，甲咱今仔日甲即句话所造不一样啊！上帝起头创造天地的创造，是用伊的眼光看做上介好来创造世间每一个人，创造的每一个人，总是第10节，即马遮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已经毋是啊！这个创造是已经，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有咱的软弱，因为咱犯罪。咱骄傲、自高，有的人用真济心机，有的人有伊的脾气，有伊的软弱，无法度去了解别人，脾气就一个发起，伫咱无照顾伊的中间，已经受伤害。咱有真济的软弱，是一摆上帝，搁一摆再创造，受创造的。所以这个创造甲以前的创造无同，总是我发觉，上帝的再创造，会互咱比咱以前出世的创造。搁较，咱出世迄阵的创造会搁较水。有一个国王，伊有一粒足大粒的迄个蒜椒，伊足爱啊。无拍算，一工摕出来咧点，互人看的时，煞无拄好去互摔落，煞有笔痕。伊有够毋甘的，伊有够爱，伊有够毋甘的。啊，所以伊就去找足济国内。足济迄个雕刻家，也是讲，反正伊就去找专业的啦，叫人家伊斗介绍找专业的，啊叫因来，摕蒜椒好看，讲你即粒蒜椒会当甲我恢复到完美，无迄种看袂到笔纹的。结果无一个人有法度啦。虽然国王讲你若甲我修理好势，我会一笔钱互你，逐个人兴趣起来，但是因拢感觉讲，我都无可能，就离开。后来有一个人甲国王讲你互我时间，你互我2个月的时间，你拢袂使吵我，顾在我就伫即个所在甲你修理，你拢毋通来吵我。等2个月了后，伊摕转去互国王看的时，国王有够满意的，一粒蒜椒有笔痕，即马正做一个真水的蒜椒。即个雕刻家伊安怎做？伊甲迄个笔痕的所在，正做一堆花的树骨，然后伊对边啊刻树叶啊出来，伊搁刻花出来，笔痕无感觉。伫蒜椒的中间内底有一蕊真水的花，虽然拢同样的颜色，闪闪发光，但是伊就非常的水。你会发觉上帝伊的创造，伊会再创造。伊今仔日搁甲咱再创造，咱软弱有限的人再创造，亲像我，伊也继续咧再创造。今仔日我会讲上，我有一个品质的时，我到后壁准备到伫后壁，伊有所的时，我泪拢袂出来。我上帝啊，到底要安怎？我争一个了，钻石的故事，这已经几10年我捌听过的故事。我目睭揢揢，我讲上帝啊，阁有啥物咧？一对老阿嬷跪咧祈祷，风台都爱煞，迄拢几10年、20-30年的故事啊。但是上帝，伊甲你相合，你接受伊，你因为信接受伊，你已经甲耶稣结连，因为伊为着你所留的保护来救赎你的时，你欢喜接受伊的时，你已经甲伊结连。所以，伊徛起伫你的心上的时，伊的奇妙，伊的大权能就发出。所以，伫我需要的时，伊伫我这方面，就我需要的时，甲我启示。伫遐个软弱来找我的人，我要安怎帮助伊的时，上帝啊，我要安怎？上帝启示。所以，伫过去咧帮助遐忧郁症，一个拢无共款的，就是安尼咧帮助伊。毋是我外教。但是，迄个恩典全能的恩典，毋来伫我的身上，伊再创造我，互我哪济经验，我哪爱主，我哪有疼心，我哪知影迄关心，伫我拄着家己的细囝拄着艰苦的时，我着搁较会晓去体贴别人，照着安尼再创造我，互我伫服侍的中间，
越来越像神的仆人。所以咱来看以赛亚30章，伊伫遐讲，这个圣的，伊捌安尼讲：恁得着救，就爱倒转来我的内底，恁会得着安息。因为伫咱着救的中间，毋知要安怎的时，你知影伫主的内底，恁若求伊的时，虽然外在的环境足歹，但是我知影我若祈求主的时，主会帮咱，我的心就平静安稳。代志风波足大，外面的条件足大，咱拢会拄着真侪挑战，经济的挑战、健康的挑战、事业的挑战。伫你家己事业甲事业的中间，你也有真侪压力甲挑战。总是伫迄种的挑战，你若有信仰的时，你还阁会当安息。检测你也会看路，但是你的心就是有迄个会平安，因为你知影，我靠主，我相信上帝的恩典，我接受的时，上帝的平安就伫我的内底，我就得到快乐。伫即种真外面风波真济时，我阁会当有一个平静的心理，因为我信靠耶稣，我就毋免烦恼。我知影伊会帮助我。所以，咱搁倒转来看伫以弗所第2章的中间，伫迄个以弗所第2章的中间的时，保罗咧写这篇以弗所第2章的迄个以弗所这本册的时，其实伊当时是关伫加角的中间。伊写这张批，就是要送互，就是要互以色列教会，以弗所教会，互因会当甲因勉励。伊甲以弗所的教会讲，虽然恁真有拄着遮个侪的问题。但是我勉励恁，上帝伫恁的中间，互恁有恩典。你我靠伊，互恁这间教会毋是混乱的教会，互恁这间教会真正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咱搁倒转来看请迄个音控吼，咱搁倒转来10节的时，伊讲，因为恁是伊所造成的，咱是伊所造成的，迄个再创者，咱以为有软弱，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作品啊。我较早。常常若拄着代志，毋甘愿，就想要报复。我的即种的人生有真济的不完美，有真济的瑕疵，是失败的人，总是上帝，敢若亲像迄个窑匠安尼，迄个陶器做了无好，土也未烧的时，做了无好时，重新甲拍破，佮重新塑造更美的。所以，咱迄个所做成的是，咱逐个人拢有透过上帝。重新甲咱再创造，一直咧甲咱修正，一直甲咱修正，互咱成做一个，每一个人拢成做独一的作品。咱看去伫世间的中间，咱看去迄个雪花，迄个花，照我看迄个资料，就是讲，无一蕊一粒雪花拢同样，逐粒雪花，你看世间的细偌济，但是无一个完全拢共款。树叶啊，无一个完全共款；迄个树啊，无一丛完全拢共款。包括人生了，甲伊亲像嘛无完全共款。若无有个性，无就是遐有小可无共款，头毛无共款。所以上帝甲咱造成的，你我拢是独一无二的，拢有伊的目的。上帝创造人，拢有咱的目的。较早阮一个会友，伊其实是捡字纸的，咱知影伫迄个。50-60年前，咱无垃圾车的时，阮伫高山教会头前，阮拢有一个迄个用阿门头做的垃圾吼，专门咧烧垃圾。所以当暝拢有人的垃圾来遐等的时，送香的人拢会当伫遐捡字纸，摕去卖。啊，然后政府较暗的时，就来甲烧垃圾，甲不走安尼。所以，阮一个会友，伊专门是咧捡垃圾的，伊真正是足善的。啊，伊阁有一寡皮肤病。但是伊真疼主啊！伊拢安尼行，伊住伫迄较早的基澳，无即马有中山大学，毋是基澳，就是迄个西雅湾。迄阵无有中山大学，迄阵拢还是足原始的迄个天然的海边啊。因住伫迄个附近的中间，伊用行的，啊用迄便当吼，啊两个人啊，行到伫高雄的所在捡字纸。有一摆，阮爸爸骑脚踏车，伊拢讲骑铁马去顺会友的时，总甲讲汉文啊，你开伫遮？伊坐伫咱迄阵的大水沟啊，拢现嘛，无像咱即马有暗拢现。
伊坐伫迄边，伊买2粒包仔坐伫遐食，已经中昼啊。伊讲牧师来，伊就摕1粒包仔互牧师食。阮爸爸讲实在是好心足济，但是为着鼓励伊，伊就甲伊坐伫路边啊，甲伊伫迄个所在食包仔。礼拜日的时，汉文来讲，牧师我敢会当伫教会做啥？结果伊讲酒杯也无人拗，我来拗酒杯。也未人来分酒杯，我来分酒杯。结果有一个伫海关的海关官做中级去甲牧师抱怨：你还会发即种人咧分酒杯啦？阮爸爸准甲讲，伊就讲安尼门面歹看。迄阵阮爸爸嘛应付伊啦吼，就是讲汉文啊，迄主日学了吼，迄阵教会甲主日学了，较做礼拜嘛，共款伫迄个场所，无像咱真有负长。汉文啊，主日学若了吼，拢足侪垃圾，你去扫的。伊就真正足紧的，就去甲扫的。扫的了，看人佫无咧分酒杯，伊就准过去分酒杯。迄个海关官讲。牧师啊，你毋是讲你要叫伊莫分啊，佫分？阮牧师，阮爸爸迄阵就生气啊！你敢毋出来服侍？你敢若出去支喙，你敢毋出来服侍？人欢喜做，欢喜互上帝用，你竟然安尼甲伊批评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咱真正会看见，咱拢是上帝独一的作品，咱真。每一个人佫较安怎，都有它的作用，是看你要安怎做哪点。汉文逐项，互人看到看无，但无我拗酒杯啊。逐日迄阵来教会，酒杯200-300张，教会迄阵做礼拜200-300个，伊就安尼拗。透早就来拗，伊足早就来，无人来啊。虽然是一个扣字纸，咱拢是独一无二的。上帝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创造咱，拢有咱的目的。迄个目的就是陪伴咱有好所行。当一个人伫领受上帝恩典的时，自然伊就会回应上帝的听。你知影无？伫上帝恩典的内底，有上帝的智慧。上帝若甲你伫地，有上帝的智慧；上帝若甲你伫地，有上帝的听。上帝若甲你伫地，就互你有能力、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人生，有解决的能力，有能力。去早有伫人的问题中间来得到帮助，因为上帝的智慧来的时，甲你感动的时，伊就知影，互你有方法，人甲人安怎相合来得到和睦。我过去是安尼来咧靠主，行到今仔日。所以领受主恩，互咱头前的人生有力，就是佫较有主的智慧来见证上帝，透过上帝的智慧来完成上帝的事工，荣耀主，透过人的听。来帮助人，互人会能得到医治。透过上帝，伊会气力甲咱伫地，互咱伫逐方面拢有能力的时，来伫教会服侍，伫你人生的代志所拄着的时，一件一件拢会拄着解决。关关困难，关关过，这是伫我的信仰的中间，我所体验的。所以人拢追求头前的人生会佫较好，你追求佫较好，我嘛追求爱佫较好啊，总是。现实的见证，迄拄我所讲的故事，互咱看见，靠人的方法，人的智慧有瑕疵，不完全，有缺陷，所以无一定今年会比旧年较好。但是我敢讲，我若有上帝，我靠主，我今年会佫较好，而且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福上加福。过去旧年我所领受的福分，今年伊还佫有足济要互我。我就福上加福，我过去所得到的服侍的气力，我得到伊，我知影今仔日要搁安怎，我可以继续往头前行。伫帮助人，我有气力，我有方法，我一直感觉讲，应该我是哪有智慧来帮助人，这是对我家己的信仰的经验。伊嘛期待保罗伫这篇以弗所的中间，伊咧勉励讲，咱的教会爱诚做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相信，咱已经拢伫上帝恩典得到救，咱回归上帝，倚靠上帝，用信心靠着主来行，相信上帝伫你的生命的中间，伊拢一直会继续来甲你修正，互你一年一年，佫比旧年佫较水，你的生命会比信仰拢会佫比旧年较好，你的待人处事会佫较成熟。你相信
上帝正继续伫咱的生命中间做工咧再创造的时，搁伫特别今年的中间，我相信特别是伫今年的新春的中间，咱真正有一个好的开始，互咱的教会得到荣耀。牧师伫3月中，恁的牧师伫3月中特别来啦，真优秀的一个团队。伫属灵的点面，我嘛感觉伊真正有追求，伊也真努力要学习，成做一个好的传教者。那安尼，上帝已经甲咱再创造，伊爱咱行好事的时，你要安怎行？当然，我已经甲你勉励过，成做这个传教者好的同工，无论是宽勉嘛好，用疼心宽勉，还是伫事工的中间甲你同心，大家三个努力，伫这方面做好事。伫外面的中间为主做见证，看见需要的人来甲帮赞扶持，甚至来甲伊招好祈祷的时，外面有见证。伫教会内底，大家同心合一来完成主的事工的时，咱的教会一定会得到荣耀的教会。继续我靠上帝，佮上帝再创造的时，明年一定比今年佮较好，佮较荣耀。阿们吗？三个祈祷，感谢耶稣。你是遮尔奇妙疼阮来到伫阮的中间，毋若将恩典互阮，阮也真清楚你的恩典已经互四周围的人，互世间四周围不管对一种种族，还是啥物种，阮感觉足无果水的人，你拢欢喜听因。你大声听阮，来修正阮，领受你的亏力，然后你也勉励阮，用安尼来活出你的荣耀，也互别人共款会当得到这个快乐，活出水的生命。主，我无袂记你这个恩典，伫这个新春的开始，恳求你将你救恩对天顶所赐予阮的各种属灵的祝福，赏赐予阮，特别伫阮中文教会对3月开始，阮3月15，阮新的同工，阮的牧师要来到伫阮的中间，开始来带领阮。我将这个判团队交代伫主你的手中，虽然毕业。伊所知的，伊所牧会的经验非常的浅，总是阮遮有真资深的信仰的长辈甲长级，恳求你，阮拢欢喜伫遮，阮的遮的同工拢欢喜伫遮宣告讲，阮要做牧师好的帮赞来扶持，三甲软弱的中间，互伊会当搁较水来完成事工。伫臃肿的中间来甲鼓励，互伊若得到勉励，会哪爱努力，佮做得佮较好。我相信，当大家信徒无袂记哩，阮拢是对上帝领受恩典，上帝一直咧带领阮，咧祝福阮，爱阮去祝福别人的时，大家若拢用这种心志的时，我相信中文教会真正是上帝你所欢喜荣耀的教会。毋然安尼是一年比一年较荣耀。阮用这种的信心，相信好事要临到。伫这个教会，阮甲你感恩。我要搁安尼宣告讲，真正中文教会，阮要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荣耀的教会，互上帝得到荣耀，也互侪人得到利益。阮安尼祝福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